而家嘅社會生活節奏咁快，大家返工放工都趕時間，隨手攞個蘋果當早餐或者下晝茶，簡直係再平常不過嘅事。俗語話：一日一蘋果，醫生遠離我。蘋果幾乎變咗香港家家戶戶果籃入邊嘅必備品。無論你係去百佳、惠康呢類超級市場，定係習慣去樓下街市嘅生果檔，大家總會順手買一袋返屋企。但你有冇諗過？喺呢個食安問題層出不窮嘅年代，我哋日日食落肚嘅蘋果，真係好似佢表面睇落咁健康咩？最近我留意到啲生果界嘅內幕，真係好震驚。原來市面上有一啲睇落又紅又靚嘅蘋果，背後藏咗唔少茅理。有啲檔主為咗賣相好，為咗擺得耐，為咗賺多啲錢，對呢啲蘋果做咗唔少手腳。我總結咗一下，以下呢5種蘋果係絕對買唔得嘅。就算賣到幾平錢，甚至免費送俾你，為咗你同家人嘅肝腎健康，請你一定要轉頭走人。第一種就係嗰種化咗妝嘅染色蘋果。大家去街市揀蘋果，第一眼睇嘅係咩？肯定係顏色。好多人覺得蘋果越紅就代表越甜，果商最清楚普通人嘅呢種心理，所以染色蘋果就應運而生。以前我哋以為染色只係個別現象，但其實喺某啲批發環節已經係公開嘅秘密。佢哋會將一啲本嚟顏色偏淡，甚至仲係青色嘅蘋果，放入調配好嘅紅色藥水入邊浸泡，攞出嚟晾乾之後，瞬間就變咗嗰種通體通紅嘅極品紅富士。我要點樣防範呢種蘋果呢？你去買嘅時候，如果覺得嗰袋蘋果紅得特別唔自然，可以用濕紙巾用力抹一下果皮。如果紙巾變紅咗，嗰個絕對係化過妝嘅，千祈咪買。其實大自然好公平，真正嘅蘋果受陽光照射，顏色係唔可能完全均勻嘅，總會有一邊紅啲，另一邊帶住點黃或者綠，有一種自然嘅過渡。如果你見到一個蘋果由頭到尾一點雜色都冇，紅到好似油漆咁，咁好大機會有問題。特別係蘋果凹入去嗰個果蒂位，如果顏色深到發黑，好可能就係藥水積聚嘅痕跡。第二種係打咗一層工業蠟嘅蘋果，超市最中意將蘋果擺喺射燈下面，閃靈靈咁好似藝術品一樣。大家要小心，呢層光亮好可能係工業蠟。其實蘋果喺生長過程入邊會分泌一層天然果蠟嚟保護自己，嗰啲係正常嘅。為咗長途運輸，正規操作會差一層食品級嘅蠟，呢個亦係法律允許嘅。但問題就喺呢度，有啲無良商人為咗慳成本，用嘅係廉價嘅工業蠟。呢種工業蠟入邊含有鉛、汞等重金屬，長期食落去對身體嘅傷害係無法挽回嘅。點樣區分工業蠟同天然蠟呢？你可以用指甲喺果皮上面輕輕刮一下。如果刮落嚟係透明薄薄嘅一層，嗰個可能係天然蠟。但如果你刮出嚟係厚厚嘅白色粉末，而且蘋果摸上手有一種黐立立嘅感覺，咁就要警惕係工業蠟啦。我建議大家，就算蘋果睇落再靚，食嘅時候最好都係削皮。雖然話皮有營養，但在而家嘅環境下，為咗避開嗰啲工業化學品，削皮先係最穩陣嘅做法。第三種係變咗做裝飾嘅藥水保鮮蘋果，呢個係我最想提醒大家嘅一點。你有冇發現，有時你喺屋企角落擺咗個蘋果，擺咗成個月甚至幾個月，佢竟然一點都冇爛，連皮都冇皺。呢個唔代表蘋果生命力強，而係因為佢被保鮮水浸過。為咗長時間存放同長途運輸，特別係一啲外地運嚟嘅生果，會用防腐劑、殺菌劑等藥水處理。呢啲藥水唔單止殘留喺果皮，甚至會滲透入果肉。呢種裝飾，蘋果入面嘅營養一早流失晒，剩翻嘅只有化學殘留。長期食用會破壞我哋腸道嘅微平衡，特別係老人家同小朋友抵抗力差，食咗好容易唔舒服。揀新鮮蘋果最簡單嘅方法就係聞，天然蘋果行近少少就能夠聞到一陣淡淡嘅清甜果香，而被藥水處理過嘅蘋果基本冇香味，甚至仲聞到淡淡嘅化學味或者漂白水味。另外，手感都重要，正常嘅蘋果撳落去係有彈性嘅，而藥水蘋果通常硬到好似石頭咁，一點生命力都冇。第四種係以為切咗爛嘅部分就冇事嘅爛蘋果。
呢一點我要特別講俾屋企嘅長輩聽。老一輩通常比較節儉，見到蘋果爛咗個細窿，或者有一塊狀魚腐爛咗，總覺得用刀削咗壞嘅地方，剩翻嘅仲係好嘅，可以繼續食。但科學研究已經證實，蘋果一旦開始腐爛，霉菌產生嘅毒素就會透過果汁同果肉纖維滲透到成個蘋果。就算你切咗嘅部分睇落好完整，冇變色，其實毒素已經滲咗入去。呢啲毒素對肝臟同腎臟有好大嘅損害。你以為慳咗幾蚊，其實係攞家人嘅健康開玩笑。只要蘋果出現咗腐爛點、發黑或者有一陣酒味，請你成個企咗佢，免費送都唔好食。第5種係早產嘅催熟蘋果，有啲果農為咗搶佔市場，趁住蘋果仲未到成熟日子就摘落嚟，然後強行用催熟劑催熟。呢種蘋果完全冇蘋果該有嘅口感，唔單止唔甜，水分亦都少。更重要嘅係，如果催熟劑用得太多，殘留會刺激我哋嘅胃腸道，搞到胃痛或者胃酸倒流。呢種蘋果通常你打橫切開睇，果核嘅顏色發白，而唔係嗰種成熟嘅深褐色，食落去仲有啲澀口。呢種多數就係催熟嘅。揀蘋果要揀嗰種果瓷粒得深一啲嘅，嗰個係成熟嘅標誌。嗰啲睇落好紅，但食落去好似夾蠟咁嘅，就係典型嘅催熟果。除咗學識避開呢5種毒蘋果，其實喺日常挑選同處理生果時，仲有幾個醒目小貼士想分享俾各位街坊。畢竟買得精明只係第一步，食得放心先係最終目的。我哋總係習慣揀嗰啲圓潤、光滑、零瑕疵嘅蘋果。但換位思考下，喺野外生長嘅果實，經歷過風吹雨打、蟲鳴鳥作，點可能個個都好似倒模出嚟咁樣？嗰啲果皮上面帶住啲褐色鏽斑，或者外形稍微有啲歪瓜裂棗嘅蘋果，通常冇經過過度嘅化學美容，口感反而更清甜，更具蘋果原味。記住，大自然嘅審美從來唔係完美嘅。好多人習慣用鹽水浸泡，呢個確實能殺菌，但對於頑固嘅農殘同工業蠟效果有限。我建議大家可以嘗試麵粉法，洗蘋果前先抹一層乾麵粉，搓洗之後再沖水。麵粉嘅吸附力極強，能帶走果皮手聯位入邊嘅污糟嘢。溫水擦洗，如果唔想削皮，可以用40度左右嘅溫水配合軟毛刷輕擦果皮。溫熱能令蠟質稍微軟化，更容易被擦走。最後把關，如果你觀察到洗完之後嘅蘋果表面仲係有一種洗唔掉嘅油膩感，咪猶豫直接削皮。雖然損失咗少少膳食纖維，但比起肝腎嘅排毒壓力，呢筆數點計都劃得嚟。雖然一日一蘋果冇錯，但亦都冇必要每日只係盯住蘋果食。香港街市嘅生果檔種類繁多，橙、柑、梨、火龍果交替住買，分散來源其實亦都係喺度分散風險。唔同種類嘅生果，佢嘅農藥同保鮮劑嘅種類亦都唔同，輪換住食，身體嘅代謝系統壓力會細好多。各位街坊，喺呢個凡事講求效率嘅年代，健康係我哋唯一唔可以走捷徑嘅事。返工雖然辛苦，揾錢固然重要，但如果因為貪便宜或者係圖方便，將呢啲毛利蘋果帶返屋企，損害咗自己同家人嘅心肝脾肺腎，嗰個真係得不償失。下次去百佳、惠康或者樓下街市，記得多花30秒，按我教嘅方法聞一聞、刮一刮、睇一睇，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，唔單止係為咗慳錢，更加係為咗嗰份全家人圍坐喺一齊分享清甜果肉時嘅嗰份踏實感。希望大家由今日起都能夠避開陷阱，食出真正嘅健康。如果你覺得呢啲 tips 有用，記得分享俾身邊嘅親友，特別係嗰啲中意行街市嘅老人家，大家一齊做個健康明白人。